營運升華，體驗極致自動化。日日睇住啲 WhatsApp，好攰啊！教陶瓷就話開心啫，但每日要覆幾十個 WhatsApp 問有冇位，手動對單又極耗時間，有時仲漏咗客人啲資料，點名同提醒全靠自己死記。陳老闆，你寶貴嘅時間應該留俾創作同教學。傳統 WhatsApp 模式效率太低，而且數據脫節，無法有效累積客戶資料。等我哋近啲玩，幫你將繁瑣嘅行政全自動化。近啲玩自動化平台為你打造專屬店面，將一次性活動、試堂同恒常班系統化，一目了然咁展示出嚟，瞬間提升專業形象，客人體驗同樣極致。客人點擊連結，30秒內就可以完成選貨同填寫資料，仲可以直接上傳 FPS 或 PayMe 截圖，金流直達你戶口。報名後系統自動發放活動 QR Code 即時確認，真正摩擦力趨零。以後唔需要再喺 WhatsApp 群組翻查對話，智能後台俾你實時查閱所有報名詳情同單據，一鍵確認收款，系統就自動連接 WhatsApp 通知客人。活動前更可以一鍵發送貨前通知，幫你大幅減少80%行政溝通時間。去到活動現場，客人只需出示 QR Code， 商戶用平台內置 Scanner 嘟一嘟，即時核銷。系統會自動記錄出席狀態同實時同步出席率，無需紙筆點名，做到真正零人工點名工序。陳老師，最近見你開心咗，啲學生又越嚟越多。係啊，自從用咗近啲玩，少咗好多行政工作，啲學生又多咗好多，我真係冇揀錯啊！近啲玩有咁多先進功能，幫商戶大大優化流程，減低營運成本，快啲嚟加入我哋啦！快啲嚟加入近啲玩啦！